各位老友，大家放假未啊？呢幾日咧就唔得閒開播，搬緊倉庫，已經大家可以見到啦，搬開搬清啦。跟住落嚟就係吃喝玩樂的日子。上半場鼎盛粥莊、老虎斑、九字蝦、魷魚筒，用鼎湖山泉水煲出嚟嘅粥底火鍋，特別清甜正。食完飯下半場，大老豆落級溝係咪飲酒？下半場歡宅丸子、荔枝果木柴烤製嘅披薩同埋麵包。哈，美女，你又來了，今天晚上？今天晚上來。我在 A 商，等一下過來哈。好，可以。這是我們的主理人佩奇，多少？今天可以嗎？我每天狀態都很好。好 good。而家北京時間10點鐘，準備滿台啦，好多美女哦。DJ 打碟，吧台好多靚仔，呢度就係我全酒。格蘭威特12年呢隻性價比高啊！嗱，老豆坐吧台咧，一定多靚女嘅。這是我大哥，打仔，全場送我的。嗱，唔中意飲酒嘅朋友咧，可以出到嚟呢邊咧，空氣清新好多啦。嗱，小朋友可以玩下貓啦，玩下兔仔啦，空氣幾清新啊！有山有水有竹林，又有魚，又有各種嘅小動物。怕凍啊唔緊要，有火爐，見到嗎？呢度就有個私人帳篷，係啦，可以開 party 嘅。呢個呢就係下半場嘅 DJ，索好多係嘛？